喺10年前，有一位商人經常需要坐直通車來往粵港兩地。有一次，佢返內地公幹嘅時候，坐喺火車上面睇住窗外嘅景色，不禁諗起山區嘅細蚊仔一年嘅書雜費只係百幾蚊，相等於直通車嘅車費。於是佢心諗，如果將呢百幾蚊捐咗出嚟，就可以俾山區嘅失學兒童返學讀書。咁呢百幾蚊使起嚟咪更加有意思咩？於是返到香港之後，佢發起咗行路上廣州嘅慈善步行籌款活動。就係咁，佢哋一行7人一齊行路上廣州。原嚟只要我哋願意節省日常生活當中一啲微小嘅開支，就能夠改變一個山區失學兒童嘅命運。喺往來頻繁嘅交通生活當中，你會唔會有相同嘅感受，去選擇用輕鬆嘅步伐參加行路上廣州，為國內貧困山區兒童籌募書雜費，賦予一個有意義嘅假期？因為我哋嘅一個小改變，就係山區兒童嘅一個大改變。這世界本很細，但唔多。我側邊其實都仲有少少位嘅，所以我哋都偏埋近路邊埋少少行嘅。我哋全程行翻呢一邊，因為以安全為原則。我唔該點緊support我哋就行大嶺山嗰段咯，又大塵啦，又危險又多車。咁大家寶貴於呢一度，即係成個過程裏面，大家艱苦與共啊，一齊互相支持啊。咁廣州籌款活動嘅熱心人士上路，由香港苗圃行動主辦嘅行路上廣州籌款活動已經係第2次，活動籌得嘅款項將會作為資助內地貧困山區兒童上學嘅費用。到今日呢一次活動已經係籌得100萬港元。喺活動中引人注目嘅係一對身着結婚禮服嘅新婚夫婦，佢哋係喺上屆行路上廣州活動中相識並且相戀嘅。你識唔識嗰啲辣嗰啲菜啊？監獄風雲啊！點啦？喂，對啊，嗰啲咩啊？知飛佢嚟啊！大會咧就會人交支旗啊！這世界本很細，看問心不界，人和人若向彼此走近，所知所懂應可負責。一份熱心的參與廣東的基礎教育事業，一定會在廣東省政府的領導下，由我們廣東人民的這個一塊。
非常之開心，咁多人同我風雨同路喎，一個難忘嘅經歷。非常之難忘，可能一生人唔為太多機會係咁樣樣咯。好，大家龍尾過晒 ，OK。唔係咁嘅，你間狗唔係咁樣嘅。小優環有6公里，大家可以揾個啤梨距離小優環。好啦，當然要鼓掌啦！講做學10週年，粵港同步顯愛心。降落齊作，歡的努力，貢獻我祖國。和大家說再見，同學再上課，能令你我快樂。齊齊作多歡樂，火般的心志，停幕去工作。期望這異鄉，憑着你與我，傳遍每個角落。孩子的悲傷確教我失戀。亦終於心中因失意亂，行去心為理想，願作出畢生奉獻，憑着信，憑着愛，全力去和唱這闕歌。今年嘅參加者係歷年嚟最多人數嘅一屆，大家不分國界、年齡，而且擁有不同嘅背景。喺同一天空下有緣相聚，攜手參與呢次嘅活動。好遠！你哋啊，呢個係我個女叫楊浩晴，我係第5組嘅 Ringo。我抱住個女呢，又行呢一次行到上廣州呢，而家有個即係突然間有個感觸呢，我覺得諗翻起山區嘅小朋友呢，原來幸福唔係必然㗎。咁我好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呢，喚醒大部分嘅人㗎，盡量喚醒多啲人嘅人心啦，令到佢哋。盡量令到山區嘅小朋友呢，就係好似我哋嘅下一代咁樣幸福嘅。大家努力，大家努力，俾心機。多謝爸爸，好，非常好。是一個廁所的名字，為什麼要用香香宮呢？如果用廁所的話呢，也不浪漫。就是香香宮呢，就比較感覺到就是比較有點這個文藝色彩啊，就是浪漫色彩。我們呢，就是要步行上廣州呢，要充滿着這種歡歡樂樂的氣氛，所以我們就改了這個比較就是超現實的名字啊。我呢就是暫做香香公主啊。你
個組係唔一樣，好有意義。意義當中咧，落地都感受得到咧，要落地行一行。係咪工作之餘咧都會係有？好，就我哋你陣間拭目以待，睇下砌坐出嚟會係啲咩路。調翻轉啊！我哋啲摩卡都俾多次掌聲，我哋一保安啦。1、2、3，耶！好，多謝晒各位，出呢啲。300幾人用咗5日行路上廣州，籌到接近300萬，協助內地山區失學兒童。佢哋今日下晝返到嚟香港，心情興奮，就連70幾歲嘅公公婆婆都話出年會再參加。由冼卓慧帶我哋去睇下。300幾人浩浩蕩蕩咁返到嚟。完成咗5日行程嘅興奮心情，喺佢哋每一個人嘅笑容度都感受得到。為咗幫內地山區兒童有書讀啊，佢哋行路上廣州，每日朝8晚6。朱生嘅體驗更加深，佢學貧困兒童赤腳行山路，雙腳擦損咗。比起佢哋嚟講咧，天天咁樣行呢，我其實咧真係微不足道㗎。全場年紀最大75歲嘅妙婆婆笑得最開心。我自己預咧可以嘅。我相信咧，其他人都可以㗎。同樣年過70，東叔已經連續第8年行路上廣州，非常之高興開心，因為我每年行路上廣州，我哋都等待咗成年㗎啦，即係話。活動籌到近300萬，雖然同目標500萬有距離啊，不過發起籌款嘅苗圃行動話已經好滿意。喺香港咁多慈善機構都係搞一啲話幫助山區兒童啊，幫助失學兒童啊。點解我唔揀？我揀苗圃行動，我揀行路上廣州，係因為呢苗圃行動一路俾人嘅感覺呢，就係佢哋真係做到佢哋個宗旨，佢哋個精神。佢哋嘅精神係乜嘢啊？大家記唔記得啊？將呢個人口，將中國人口嘅包袱發展成為乜嘢啊？智力嘅資源。其實呢，喺第一日喺九州港落咗車之後，我哋一路行呢個路嘅時候呢，一路行300幾人助學線同埋愛心線一齊行嘅時候呢，我已經忍唔住喊。我覺得哇！300幾個中國人可以為一件事咁痛心、咁團結，我好感動。體現到咧喺咁多年嚟參加行路上廣州，不斷去堅持嗰咁多年嗰啲朋友，我因為佢哋先至可以帶領到我哋繼續有咁多人走埋一齊，好多謝佢哋嘅。